好，今日嚟分享呢個遊戲咧，叫做矮人礦坑。好啦，呢個咧嘅玩家咧，佢哋係一個矮人嚟嘅，佢目標咧就係想掘到呢一個寶藏。呢個寶藏咧就係呢款嘢啦。好啦，咁呢個寶藏咧，佢會喺一個礦坑裏邊啦。咁啊，首先我哋會有3張牌，呢三張牌咧，只係得一個係我哋目標。咁咧開頭咧就會洗勻佢啦，最後會反轉嘅。每張牌中間咧都會咧有一個牌嘅間隔係俾我哋咧建設道路。好啦，另外一個介紹一個牌咧就叫起始牌。起始牌咧就係呢個啦，有一個樓梯，即係矮人咧開始建築啦。而起始牌與目標牌中間咧可以擺到7張牌嘅位置，中間咧就可以起道路啦。咁為咗簡化起見咧，咁我哋咧就每人咧就會分發啦一啲撈亂咗嘅道路牌啦，同埋一啲唔同嘅呢個功能牌。好啦，當玩家開始嗰陣時咧，咁咧佢咧先咧就決定咧佢嘅角色。咁咧有2種角色嘅，一個就正常嘅矮人礦工啦，另外一個咧就係破壞者啦。好啊！如果你抽咗矮人礦工，你個目標當然係盡快去掘到嗰個目標嗰個嘅礦坑嗰個金啦。如果你係破壞者，就要中間咧盡量咧令到啲道路咧通唔到啦，或破壞咗到最後嗰個目標嘅。好啦，至於個比例咧，咁裏邊會有寫㗎啦。咁呢度唔特別講啊。咁簡單嚟講，你如果係一個4人遊戲咧，咁咧會抽4張正常矮人，同埋一個礦工一個破壞者，將係撈亂埋佢啦。跟住反轉咧，分班俾4個參加者。因此咧，有一張牌咧，其實係唔知道係咩嚟嘅。咁你即係話呢4個人咧，可能4個都係正常礦工，亦都可能咧其中一個係破壞者。咁咧每次咧都會有遇到呢個咁嘅情況啦。咁但係跟住為咗方便起見啦，咁我就打開咗佢，等大家容易理解少少啊。原來咧紅色呢個係破壞者，其他咧係正常礦工嚟嘅。好啦，跟住咧呢邊有好多嘅目標牌，咁理論上咧呢一紮牌咧係會使人去咧，每人咧會派發4張。好啦，第一個玩家開始，我當係綠色呢個玩家開始啦。咁咧，如果佢其中一張嘅牌係好似呢張咁樣，咁佢好自然就會開始起條道路啦。喺第二個喺度咯喎，咁啊上起啦。如果第二個玩家咧，佢又可能咧又抽到呢張，咁佢梗係又繼續起啦。第3個玩家佢又抽到呢張喎，咁都繼續起咯。好啦，到第4個玩家，咦，佢係破壞者嚟嘅喎，咁佢就會睇下自己有乜嘢牌咧，可以咧令到破壞嗰條路啦。咁咧佢亦都有機會咧係抽到一啲公用牌嘅。如果譬如話佢抽到呢3款，逢親有個斜線，紅色斜線咧代表一個功能牌。咁啊當呢個破壞者抽到嘅功能牌，呢個功能牌咧佢就係叫做唔俾其中一個玩家出牌。咁佢可以咧擺喺其中一個玩家面前，咁啊唔俾綠色呢個出牌啦。咁啊佢可以當然啦，佢可以屈佢係呢個睇佢樣都似佢係破壞者啦，因為大家係唔知道噶嘛。咁所以咧係可以咁樣做嘅。好啦，咁你又到翻綠色玩家喎。綠色玩家咁啱咧，佢又有一張咧咁樣嘅呢個反破壞sorry 攞錯。呢個咁樣嘅反破壞嘅卡，咁佢可以一張呢張咧同呢張咧抵消咗，咁咧就可以反咗佢啦。咁呢個有好特別之處嘅，呢2張咧一定要係同一款咧先至可以抵消嘅，即係話一定係車仔對車仔，呢個鋤頭對
翻張對翻張同埋燈對翻燈咧，先至可以抵消嘅。咁你都有啲咧抵消牌咧係有兩種嘅，咁佢就可以抵消其是但一種都得咁嘅意思咁解啫。好，咁啊抵消牌又講完啦。好啦，咁佢抵消咗一個就出咗啦，咁又冇事咯噃。好啦，但係咁就到下一個玩家，下一個玩家咧，咦？佢咧又其中一個function牌咧抽咗一隻咧好似樹葉咁嘅嘢，哦，原來呢個咧就代表咧可以偷睇，咁佢就可以咧出咗呢張牌之後咧，佢就可以偷睇咧呢度3張是但其中一張，佢睇完之後咧，佢可以出聲講嘅，話俾人知，咁人哋信唔信佢咧係另一回事啦。好啦，咁啊呢個偷睇完之後咧，哦，原來佢偷睇咗呢一張，哦呢張唔係，咁佢話俾人聽呢張唔係喎，當然佢其他人係望唔到嘅嚇。好啦，去到藍色嗰位玩家，又抽到道路牌，佢有呢張道路牌喎，佢唯有咁樣行啦，咁樣或者咧你遇到一個玩家抽到啲牌咧，全部都唔啱嘅，譬如話藍色嘅玩家佢剩翻啲牌咧，全部都係撳人哋起路，咁佢又唔知道邊個係呢個破壞者喎，咁佢其中一個方法咧，佢就棄牌啦，將個牌咧抌翻落去嗰個棄牌位度。簡單嚟講，對每一個玩家嚟講咧，佢到佢嗰陣時咧，佢只係做一樣嘢啫，揀一張牌，一係道路牌起路，好似咁樣啦。一係咧出一張function牌去達到個目的啦，救人啦，撳人哋出牌啦，或者偷睇一個其中一張嘅目標物。如果最唔得，再唔係嘅就係棄牌啦。咁當然啦，每次出完一張牌之後，到佢如果嗰個搭牌裏邊咧仍然有牌咧，佢可以抽翻張補充翻嘅。好啦，遊戲到幾時結束咧？咁我加快個步伐咧。當佢砌完啦，砌到呢度咧，哦，原來咧去到呢個位咧，幾張都唔啱。得，砌到呢度咧，有一張咁樣嘅，可以接駁到落去其中一張牌度啦。咁咧就可以咧，嗰個玩家就可以揭啦。我揭，原來呢個咧就中咗嗰個目標物啦。咁咧遊戲就完咗啦。由呢個玩家開始咧，我哋咧就會有同玩家數量一樣嘅黃金，由呢個玩家開始咧，可以逐粒去攞嘅。咁所以由於個玩家嘅數目係一樣啦，理論上每人一粒黃金嘅。但係，如果嗰個玩家當時仍然有一張咁出路牌喺度咧，呢一個玩家咧佢就攞唔到黃金啦。咁剩翻嗰啲黃金咧，就最後咧就會輪住喺其他玩家咧就會攞翻佢啦。咁成個遊戲咁簡單咁啊講完啦。